位六環彩頻道嘅粉絲們，大家好，歡迎你哋又收睇我哋嘅頻道。心水清嘅觀眾都知道，我哋以前頻道嘅主持人都係用人工智能科技生成，所以我哋 boss 今次為咗節省成本，只係喺呢條影片加入動畫效果，暫時唔加入 AI 靚女主持人啦。今期介紹11月26號谷草夜馬，以本頻道嘅宗旨都係介紹有分頭嘅馬匹為主，所以提供第一場買連贏位置 Q、9號東方寶寶、10號快馬加鞭以及11號專家。以上呢幾匹馬喺上場有唔錯嘅表現，特別係東方寶寶今季賽績較穩定。第3場介紹尤達榮馬房嘅冷門馬3號馬上贏，尤達榮近期展開攻勢，而且所贏嘅馬匹皆有分頭，呢一匹馬試閘有啲掩人耳目，有賠率，大家不容錯過。而喺第7場同埋第9場呢，我哋各提供一隻半冷馬俾大家參考。第7場介紹3號奮鬥輝煌，呢一匹馬上場有唔錯嘅追勢，而最重要係呢一匹馬喺同程有過勝出嘅紀錄，相信今場都會跑得接近。第9場介紹1號嘉樂龍區，呢一匹馬養精蓄銳嚟跑，佢嘅級數喺同組略略佔先，有機會座位望贏。至於騎師王同練馬師王方面，之前介紹咗幾匹咧，都係田泰安策騎，順理成章都係會推介田泰安，而練馬師王可以搏廖康銘及毛偉傑。好啦，今期節目嘅心水咧就介紹到呢度啦，希望有機會多啲上鏡同大家見面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祝大家贏多啲，開開心心。